古早有一个神秘的神殿，内底有足珍贵的宝藏。听讲有一位智慧之神伫咧遐镇守，足侪人拢无法度通过伊的考验，空手而回。到底这个非常了不起的人，何时才会出现呢？来，就是这个所在啊！今日我带4个队员来到这个神殿，恁敢知影今仔有啥物真重要任务要创啥？找宝藏。哦，摕宝藏。啊，毋过恁台语好无？袂歹。哦，安尼真好。内面有带一个石门神，即马咱做伙甲石门神讲开门，伊门就会拍开。恁准备好未？好啊！咱做伙讲开门。喂，后面1、2、3、4，这几位小朋友，恁是为倒位来的？依然。哦，宜兰是一个真好佚佗的所在。前几天啊，我已经有去宜兰恁的学校，我就看到这几位小朋友伫咧认真上课。哦。恁伫咧上课的时阵，家己敢有想讲？大汉了后，恁有想要做啥物？吼，大汉的时候想要做啥物？阿栓，你甲大家分享一下，你大汉的时候想要做啥？我大汉的时阵，我想要做医生。哦，医生袂歹哦，真好。阿希话你，我大汉了后想要做护士。护士、医生、护士，后一位。我大汉了后想要做英文老师。哇，英文哦，安尼会当教我英文。后一位。我大汉以后想要做警察。警察哦，袂歹啊！我大汉以后想要做歌星，啦啦啦。即马无要互你表演唱歌的时阵，各位小朋友，恁的志愿拢非常的好，先家己互一个扑克声。安尼大家准备好，请提出你的精神，也阁有气力，大声讲出你的队名。我是个干张队，出发！欢迎光临。智慧之星，嘿，你好，吼。阮来啊，你来哦，嘿，你即摆是咧算命是无？这个气无后头，龙蛇马有狗，鸡到猪哦。嘿，我有感应到。嘿，安怎？我头前有算到，敢若是有选，你是毋是想要做医生？哦，我哪有这个想法呢？因为叫人真欢喜。真欢喜，噗声先吹落去。真好。啊，你是要想要做护士？我恁都我头前有算出来，恁通伫咧共一间病院上班。啊，这位是救护车。救护车，你要做救护车？是。哦，你是要做不是啊。消防队员吗？不是。唔是，你后白讲，你到底要做啥？英文老师。英文老师啊！我警察。警察。我感觉伊就是一种警察的模样。我感觉不管是啥物职业，恁就是好好尽量去拼，安尼就对啊，好唔好？知无？知。今仔日大家拢对职业拢足有观念的，唔要紧，咱就来考恁甲职业有关系的题目，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叫阮的名，咱的大心神上爱食鱼仔，所以这关就是新鱼仔的挑战。伫规定的时间内，恁的队长会甲鱼仔下落来。若伸到一尾鱼，就有一摆作答的机会。看到的偌济，会变做恁的金箍箍哦。哦，恁敢知影？这有调查过哦。台湾的囡仔上爱做的职业是啥？恁敢知影？伊有看卖。老师吧。老师？恁是会算命的哦？真正是老师的。台湾的囡仔上介意、上想要做的就是老师。好啊，安尼真拢真清楚哦。即摆就是要来考恁哦，若是要去办公室内面有啥物物件？准备好未？好啊！
来哟，迎来噶！加油！接不好，接不好，好。下，速度较紧小嘞！气，唔免啦，水啦，来来来后一位来，啊有较久小可，啊加油哦！啊来，无接到，来后一位，好。修着修着，倒我的都头顶，倒头，啊唔对唔对，来后一位后一位加油加油，右酸，接不好哦，有闪有闪，啊无接到，来来来，看好势看好势，好， 1公斤，水啦，真标准哦， 4斤，水，来后一位后一位，加油哦，办公室嘅出现呢，我完全甲鱼仔等咧涂骹，好，来无你讲啦讲，恰个，哈，恰个，唔是来来后一位，后一个，加油哦，这么准哦。小哥，后一个紧嘞紧嘞，加油加油，把握时间好。是啥是啥？对，键盘。啊，动作较紧嘞啦！好，啊，去修着，练等我， ，yes，来，come on，后一位，有机会，加油，啊！办公桌，水啦，办公桌，这是上基本一定会出现的。插头，啊，好啦，会使啦，插头，好，水，你你后一队棍，接右酸接好，不要紧，咱来看卖到底有啥物问题，咱讲袂出来，因为其实有当时无啥好念嘛。咱电火放在桌顶，叫做倒头钉，倒头钉是啥个题目？哦，音戏的题目，安尼即马了解啊吼。你试念一解看卖。倒顶，倒头钉，对，无毋对。啊，搁有一个头先油酸为伊接到迄尾鱼啊，迄尾鱼啊，无讲出来。无讲出来。吸胶无毋对，就是吸胶，就是磁铁啦。啊，搁看卖有啥物哦？有一个迄落拼音的较困难小可，是啥个题目？信鸿，你看头前啊，你知影迄啥无？粪扫桶，对啦，粪扫桶啦，真袂歹啦。啊，毋过咱来看卖到底是钓几题？拢总钓7题，拍无啊？嘛袂歹啦，会当钓半个金箍箍。好诶，开始。好啦，虽然第一关哦有淡薄啊，迄落差小可，当这是活动安尼。对，活动好啊，活动者。后一关准备接招，现来噶！爱讲才会赢，三个人会一直耍位，轮到谁就爱来回答。第一阵是甲恁队长合作，看到的偌济就金箍箍通体。第二阵话恁爱甲我对决，若是赢我，会当摕到金箍箍，准备接招啦！来，这关真正精彩啊！啊，我伫咧比赛开始之前，我想要问恁一个问题：恁敢知影有一个行业叫做匹配赛？有这个行业，我甲恁讲一下，这匹配赛真正最厉害啊！伊就是哦，用伊的鼻啊去骗人的屁，啊骗了，伊就知影讲哦，你的身体状况啥款。最近恁的队长有伫练习，咱即摆放屁片，来，咱排队。妹，看你的面就知顺。什么顺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我甲你讲，咱这个关卡就是恁三个人合作。哎呦，有信心嘛无？我敢若有尔，上无信心就是你。你有信心无？哦，要出题哦，听清楚哦，请讲出电脑会使用到的代志。你用电脑的作用是啥？准备开始，现来噶！袂使搁你想久，开始讲。怕你。对。知无？唔知就后一位哦。知。好，后一位，紧想。
围堵。画图会使，剩小，算小无唔对，写人的牌位。啊，给我写别人的牌位。唔对，后一位，写较正经的啦，文件对，文件。看影片。水啦，看影片，电脑会使用到的哦。搁想看卖啊一个，查资料，查资料无唔对。我知，看非常了不起。对对对，你真袂见笑，你搁家己讲，我来，什么？电脑足济啊，唔知，唔知啊，换你。听非常了不起的节目。袂用的啦，一个尔。好来，换一位。上课，啊，水，咱即马有当时线上上课嘛，线顶听音乐。听音乐无唔对。我甲你讲去啊，是无？放音乐，大音啊，放音乐。放音乐，对啦，放音乐。好耍。唱。免搁讲啊，你嘛免唱。哇，这是咱不离刺激的一款啊！头先恁伫下骹敢有啥物想法？有想到啥通啊讲无？买物件，对啊，你看上网路就是买物件啊，搁有啥？写批，写批电子批啊，写电子批嘛，写字拍字。也是通啊拍卖、拍电动，你若遮尔啊济啦哦！我甲你讲啊，伫咧顶悬拢是安尼啦。好，来看卖，咱甲统计一下，总共是得到10题。安尼10题就无金箍箍通摕啊哦。爱12题。半个金箍箍嘛无。无。啊是阮甲你比赛。来啊，派我出场。好。准备接招先来个。好。这个题目有淡薄仔难，讲出职业的名。职业的名。紧想看嘛，到底有啥哦？好，来。兴来个。空中小姐。护理师，护理师有。技术。技术医生，好。好你有惊。主持人。差几秒。动物学生，动物嘛是啊，我是这职业啊。动物。N1。艺人，是哦。伊讲出你想要讲的是无？歌车。啊！队长嘛算是一个职。队长应该是算一个职业内面的一个工课之一尔。啊，无要紧，咱讲啥？像太空人，太空人。啊，算你感觉搁有啥？新妇，新妇。啊，搁法官。检察官，啊，搁有依然定办桌的啥？总铺师，总铺师对啦。咱咧真正坐起来头壳会拍干，对不对？会紧张啦。好啦，差一点点。虽然恁表现已经算阁袂歹，啊，毋过嘛是无得到半个金箍箍，咱来看卖啊一个。即摆已经来到第2关啊，恁敢若有半个金箍箍，所以后一关恁爱好好加油，好唔好？好，真正爱拼一个哦。信奉你唔通哭，不要紧。我无考，你无哭呀？好啦，无要紧啦，啊，较笑面者，吼，加油哦！好，准备接招，天来噶！选你无毋对，即关要来看影片，内底会有题目，白写写甲红旗旗会讲出因家己的答案，恁着爱判断，选看谁才是对的。若是选毋对，恁就会失去2位队员；若是选了对，就会当摕到金箍箍哦。咱今仔日啦，算个游戏哦，拢甲各行各业有一寡关系。
咱即马就是要带大家去看卖啊，早期台湾有一个工课足受欢迎的哦，到底是啥物咧？来看卖啊一个，起来甲。人咧讲，第一卖冰，第二做医生。宜兰这间通台湾上有名的冰店，其中的蚵仔冰哦，嘛是我上爱食的。大概经过，人拢排甲看无尾呢。阮当哦，这间店有非常了不起的撇步。今仔日我绝对要甲头家的秘密吹出来。写蚵仔，咱嘛是用写蚵仔，无啥，摕刀啊摕来就慢慢写尔。啊，愈写哪会上，啊就是猛绕一个，啊上搁猛绕一个。我若遐人讲啥知？啊你囡仔人唔捌啦，你著蚵仔摕来甲夹一喙就好啊。讲以毒攻毒，真正有影啊有影啊，我看来遐摕来夹一喙。讲啊你袂上吗？嘛是会上啊。听头家安尼讲，我的手哦，敢若嘛肿起来啊啦！恁敢知影写蚵仔的时阵，手若肿是要安怎？哦，第一步就是写蚵仔，你手会肿是要安怎？到底是啥物原因？咱先来听白雪雪甲红琪琪安怎讲呢？白雪雪讲来，互恁知，互你摕到金箍箍，你的手嗨嗨。哦，这个手会肿呢，当然啦，嘛是爱呛烧水，因为这蚵仔内底哦，伊有一个叫做两白质的物件，所以呢，你只要浸温泉，甲这个烧度同款哦，就会破坏伊这个两白质，你的手就袂肿啊哦，你知影无？我感觉煮熟，敢若就无代志啊，感觉。手嘛熟啊意思。对哇，这讲有道理。无要紧，咱先听看卖红琪琪安怎讲，你记得哦吼。红琪琪，嘿嘿，听我红琪琪，互你食饱哩哦。我甲恁讲啦，你若手肿吼，就爱用这个汤水甲浸咧。是安怎呢？因为以前吼，迄个善食的人啊，因无钱通好膏药啊，所以呢，伊就用糖来膏手。啊，这个糖呢会吸收这个水分，所以哦，这空喙就会较紧好哦。哦，是安尼哦。其实这招敢袂歹哦，伊膏喺手的，啊，佫袂上了，佫通啊甜甜的。都在加边，你讲啥？金泰哥。有细菌啊！你安尼讲有道理，所以恁感觉谁讲的较有道理？恁先讨论一下。是白雪雪讲的较有道理，还是红琪琪？你捌听过讲，若是写蚵仔的时阵，啊是你为虾米感觉是白雪雪？因为听阿嬷讲过，敢若有讲过。哇！我感觉来这囡仔哦，因兜阿嬷拢最厉害，拢是讲阮阿嬷安怎，阮阿嬷安怎。哦，所以阿嬷敢若捌讲过是毋是？对。啊，你有看阿嬷去做这个动作吧？无。无看到。哦，安尼。啊，红啊你咧？你感觉是倒一个？唔知呢。你唔知哦？唔知。油酸。油酸，啊是叫白答案。白雪雪。安怎讲？感觉较有道理啊。伊就亲像两白质咁款，伊就是一个最大的两白质，所以确定要选的是白雪雪。来，敢安尼？要选的是白雪雪。来，敢安尼？农委会啦，伊有分享啦。你讲你若是要处理这个蚵仔的时阵，有一个秘诀，就是听清楚，刮手头。刮手头，那是无手头。你是毋是农委会派来？对啊，其实你手头甲刮起来，你保护你的双手，伊迄上上的迄个蚵仔，上上的物件就袂甲你刮到，袂刮到就袂痒啊嘛。真简单，好唔好？好。安尼过关啊，来看卖啊，第二题。上好食的爸母哦，是少侪人较早会记住呢。食到绵绵，阁有蚵仔的香气，互人食入去，每一喙哦，拢有甜蜜蜜的感觉哦。这间店平常时有蚵仔、红豆、旺来、银银瓜4种口味。虽然哦，你可能捌食过银银瓜，不过恁敢知影银银瓜有一种特别的讲法，到底是啥物呢？银银瓜。应该你有食过这个口味无？有
啊，你去遐有食着对不对？我感觉真特别。到底伊另外一个讲法是啥？好，白小姐红记记有请。我先讲，你看我穿甲安尼，敢若银银瓜，你就知影。我甲你讲哦，这银银瓜吼，因为食起来甜不不，所以呢，嘛有人叫伊甜肉。甜肉。哦，甜肉。来，白小姐的讲法是啥咧？是甜肉还是甜肉咧？哦，歹势。哎呦，银银瓜会当叫做福肉，因为呢，伊生做圆圆，真有福气。有人嘛讲做伊叫做福丸，安尼你知影无？哎呦，其实拢介有道理啊！啊，恁头先音戏一个讲出来，好吧，伊讲好吧，甲所有人讲好吧，为什么你这么有感觉咧？阿妈有讲过，又搁是都是阿妈。阿妈哪会讲到这？哎呀，哪会讲到这？晋江迄红豆汤内底有时拢会加。好吧。真正有内行呢。啊。所以恁完全拢无考虑到咱这个甜肉，毋是甜肉，迄落甜肉的心情，甜肉拢无考虑。无考虑吼。无。给我一解的答案。白小姐。好，甘阿呢？无唔对，其实这个讲法应该就是伫咧宜兰地区较特别有伫讲。好，即摆来甲恁统计一下，恭喜恁得到2题，会当摕到一个金箍箍。袂歹哦，即摆有一个半的金箍箍。蛮用的啦。咱即摆就来看卖你的运气好还是歹，现来噶。金鳌，今仔日。恁真正真熬，有一届机会。一届机会就少的呢。是啊，今仔日咱的题目较新啦，因通啊得到一个半的金箍箍，已经是算真熬，互家己一个鼓仔声啦。真无简单啦！宜兰来朋友真厉害，好无？真厉害啊！毋过恁安怎选择就是恁好啊，小讨论一下。4个动物嘞，你敢有想讲要选倒一个？有，恁想要选倒一个动物？玫瑰鹿。这紧有答案啊！大家你有淡薄大字哦。无，我哪有大字？有这个梅花鹿的感觉，应该有一个原因伫里嘛。咱有成你小讲者是安那？因为宜兰真侪梅花鹿。哦，宜兰有真侪哦。有梅花鹿，有一个地名叫梅花鹿。哦，有吗？所位？看一下。梅花河。梅花湖，哎啦，所以梅花湖边仔拢是梅花鹿啊，有当时会看到。以前，以前真济，所以恁感觉就是有地方的关系，恁就选梅花鹿。确定你一个机会尔。一个机会尔。我袂讲恁任何的威胁哦。好，恁若是准备好，这个金条手甲放落。确定是梅花鹿。好，请起落。哇！恭喜！请红记记白色色颁奖，恭喜咱宜兰来的小朋友得到咱的果水豆片组。恭喜！啊，今日大家算了欢喜无？欢喜！佮摕到礼物，真欢喜！真正是欢喜，后摆继续学台语好唔好？好！非常了不起！欢喜！